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之四。耶穌的食物，承行天父的旨意。耶穌因為行路疲倦，就坐喺井邊，問撒瑪黎雅婦人要水飲。喺呢一個期間，原來佢嘅門徒入咗城買嘢俾佢食。這期間，門徒請求耶穌說：立起吃吧。他卻回答說：我已有食物吃，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。門徒便彼此問說：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吃的嗎？一般嘅食物係滋養生命、給予能量嘅東西，但耶穌呢一度講嘅食物唔係象徵天主嘅恩賜或者天主賦予嘅力量，而係隱喻佢追尋同埋履行天父旨意嘅熱忱。耶穌同門徒嘅對話繼續由門徒嘅不足的理解嚟到推進。耶穌以具體事物食嘅食物嚟到隱喻屬靈嘅事實，啟示父嘅旨意嘅熱忱。門徒卻仍然以純物質嘅層面理解耶穌嘅話，因此耶穌必須作進一步解釋。耶穌向他們說：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尋找或者承行天父嘅旨意係每一個人應做嘅事，亦都係基督徒嘅祈禱最基本嘅態度。但係能夠完成天父嘅工程，使之圓滿嘅就只有人子一個，可見耶穌嘅使命獨特之處。耶穌喺十字架上最後嘅一句話就係完成了。一方面，耶穌公開傳道嘅每一刻都係喺度滿全天主嘅工作；另一方面，耶穌冇一項工作可以脫離佢嘅十字架苦難而仍然完整嘅。你們不是說還有4個月才到收穫期嗎？看，我給你們說，舉起你們的眼，細看田地，莊稼已經發白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，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。如此，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。這正如俗語所說的：撒種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，別人勞了力，而你們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。耶穌喺呢一度引用咗2句言語，第一句係還有4個月才到收穫期。呢一句話原本嘅意思係按大自然嘅定律，撒種同埋收割之間應有一段等待嘅日子，但係耶穌喺呢一度否定咗呢一個定律，因為末世已經到嚟啦。耶穌指嘅當然唔係真嘅農耕工作，而係佢喺撒瑪黎雅嘅傳教活動。佢嗰一日先至到嗰個地方，向一個婦人啟示自己，隨即就引嚟滿城嘅人蜂擁而至。日後門徒履行福傳使命嘅時候，亦都應該懷有呢一種迫切感，勇往直前，不容怠慢。耶穌引用嘅第2個言語係撒種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呢一句言語原意係有負面嘅含義，暗示罪惡嘅懲罰或者社會嘅不公現象，例如大地主僱用工人去辛勤播種，自己就坐享其成。耶穌卻改變呢一句言語，成為積極嘅解釋。耶穌派遣門徒到佢哋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，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。就撒瑪黎雅呢個地方嚟講，宗徒大事錄8章4至25節記載，係斐理伯首先到撒瑪黎雅城宣講基督，之後耶路撒冷嘅宗徒先至打發伯多祿同若望去替信徒覆手，確認並完成斐理伯嘅工作。換言之，伯多祿同若望收穫咗斐理伯辛勞嘅成果。世世代代嘅傳道者都要謹記，任何一個傳道者某程度上都係分享前人勞苦嘅成果，而所有福傳嘅工作最終都係歸根於耶穌嘅使命同工作。
只因耶穌十字架上嘅死播下救恩嘅種子，人類先至可以收割永生嘅果實。